乡亲啊，台南盐埕天后宫已经有260多年的历史。为着要来迎接到明年大做招，所以开始整修庙体，嘛开放信徒寄付来买厝遐。盐埕天后宫选择一个临时节日来出货，就是为着要让整修工程顺利进行。明年要做科照啦，今年出货嘛吼，伫遐甲因感谢一下哈，祈求会当保庇这届整修过程会当顺利圆满。嘛，望是望神仙大德大家伫这时间有来，咱继续来参拜。地方乡亲是讲外地来，拢会紧甲妈祖庙斗3天，咱盐埕天后宫的整修早一日完成安尼吼。这届整修那是为着明年的做招大典，加上庙嘛真久无整修，嘛因为需要的经费多，庙方嘛开放庙顶的厝遐来领观。咱有这个庙遐，这个瓦片大家可以在瓦片上面写下你祈福的话，整修庙的时阵来使用。邀请咱众神仙大德大家做伙来到赞助。这届工程会针对厝顶的漏水甲白下的基础，等整修完成，嘛要来迎接12年一届的做招大典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